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进入历代志下第28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陈鑫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周日的晚上经历过早上的敬拜，以及我们的主日晚上仍然能够在线上一起来攻读圣经，一起来读神你的话语。所以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借着牧师的分享，以及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都能让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的故事以及神你的话语能够有更多的对信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也让我们能够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昨天介绍的历代志下第25章讲到了亚玛谢他的一生，而且他是这个亚当的第43代，是大卫的第10代。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强而有力，是坚固的。他一开始是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因为与以东打战这个事情，他听上帝的话，好像没有得到上帝马上的祝福，以至于怀疑他是对上帝在生气，所以他把以东的神拿回来拜。而这件事情，上帝也让先知来警告他，但是呢，亚玛谢呢，甚至还要先知住嘴，他不要先知当他的谋士，而他要另外开会找人，然后呢，就去和北国以色列的王，就是约华斯，或是约阿斯，北国的约阿斯去较量。北国约阿斯王也对他说出了实话，因为南国是不堪一击，但是亚玛谢不肯听从，所以呢，不仅自己被掳，还有连耶路撒冷圣殿这些的贵重的东西，甚至连俄别以东所看守这一些的宝物，通通都被带走，还包括人质他自己成为人质，所以他的儿子呢就起来接续他做王。虽然亚玛谢还活到这个比北国的约阿斯王还久，多活15年，但是他回到耶路撒冷却是被人追杀，所以他的儿子就接续他做王。今天我们26章要看到的是乌西雅。乌西雅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或是上帝的力量，是讲到上帝所赐的能力力量有关。那在2021年3年前的以色列文物局的考古挖出了在乌西雅王年代，就是2800年前左右，那时候大地震的证据，所以它有一些考古的器物发现，这些东西是跟那时候在阿摩斯书所预言的地震，或是撒迦利亚书说再次要震动天也震动地的这个预告的这个历史记载有关，应该是在乌西雅王那个年代所出土的，在那个年代东西在2021年出土。那关于乌西雅王的记载，可以从列王记下15章7节，还有历代志下26章，总共有23节，可以来看到乌西雅他的名字呢有被翻为亚撒利亚，所以我们有些地方会读到亚撒利亚，但是在原文当中不是亚撒利亚，还是用乌西雅。乌西雅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而篇幅当中列王记只有7节，而历代志下有23节。乌西雅登基的时候是16岁，但是这个16岁呢，加起来总共有25年，做王25年，但是应该分成3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他的老爸亚玛谢被北国的约阿斯王抓去之后呢，他就被迫登基，而且呢，这个一做了24年。24年之后呢，他爸回来，想要继续做王，但是有人不同意，就追杀他爸，他爸死了。他爸死了之后呢，他就终于可以自己做王，做了16年。但是我们今天会读到，乌西雅到他年老，不算年老，壮年的时候呢，他因为强盛而骄傲，所以呢长了大麻风，所以又被迫退位，所以又跟他的儿子约坦共同统治了12年，所以52年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他自己一个人做王的时间，前面有一半时间就是替他老爸做，然后中间有16年是他自己做，后面有12年是跟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来代替他做，所以52年是这样子分成3个部分。但是呢，乌西雅王在他的年代当中，让这个国家怎么样收复，还有国土，还有在军事，还有在农业，还有我们今天分享很多，都是几乎快要媲美到所罗门和大卫的那个时候年代。
好，那关键有讲到几个，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叫做耶可利亚。然后讲到乌西亚，他也形成眼中看这个事情，但是他也效法他父亲，只是呢没有把丘坛全部废去，好，以至于还有百姓在那边来向丘坛的神来烧香。而乌西亚呢，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定义寻求神，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是他的力量，所以上帝也使他亨通。乌西亚他也得到上帝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会读到他怎么样胜过非利士人、阿拉伯人、米乌利人，名声传到埃及，甚至名声传到各国，而且他也看重农耕，看重这个防御工程，看重的是这个在山坡的开垦、修整葡萄园，对土地充满了热爱和感情。而乌西亚在全备的时候有30万的军队，其实不算多，但是呢，这30万大军呢，已经足够让他的名声远播，传到远方，成为强盛。那后面会看到乌西亚他怎么样骄傲，以至于败坏，想要僭越代替祭司来献祭。这件事情呢，当场惹上帝发怒，而额头上长出了大麻风，被驱离。不仅被驱离圣殿，也被驱离王宫，也只能够在自己的别行馆当中，他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都与外来隔绝。所以他的人生的最后那12年当中，其实是相当的难熬。而他死了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葬在大卫城，这里说葬在田间的王陵哦，特别强调他是在田当中哦。好，所以呢，可能是因为不洁净的关系，由他的儿子来接续。好，今天这26章我们可以看到3个部分。乌西亚他总共做王，然后他行眼神眼中看为正事情。第6节到第15节讲到乌西亚怎么样胜过敌人，怎么样提升国家的防御工事，训练军兵，得到强盛。第3个我们看到乌西亚他最后怎么样被上帝管教，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完全忠心，像大卫一样，一生能够忠心在上帝的面前。好，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请诚心带我们来读历代志下26章的先从第1节来读到第5节。1到5节，所有犹大人民都选择亚玛谢16岁的儿子乌西亚继承他父亲作王。亚玛谢死后，乌西亚收复了以拉他，重新加以修建。乌西亚16岁时作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52年。他母亲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效法他父亲的榜样，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在他的宗教顾问撒迦利亚活着的年日，他都忠心侍奉上主，上主赐福给他。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这个亚玛谢是人民的选择。好，那这一节呢，会让人联想，为什么他的老爸回来耶路撒冷，有人要杀他？好，所以这个前后是有可以连贯起来。所以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做了王，做了24年，他老爸想要回来继续当王的时候呢，好，却被人民所反对。只有说耶路撒冷有人好，无名氏，甚至还有人怀疑这个有人就是他的儿子乌西亚。好，但是从他里面做事情，好，应该是不至于。好，但总之呢，他就在这王位上面，因为他爸被抓走了，好，所以他也做得很稳。那到他爸真的死掉之后呢，好，乌西亚也真的拿出他的魄力，收复了以拉他。以拉他，我们如果有印象，就是那时候所罗门王在这边来建的港口，然后学了造船的技术，就从河本翻成以路啊，好，或是在以路旁边以拉他。好，是可以通到阿拉伯，然后可以往这个印度洋去的地方，或是往非洲去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地方呢，在南国讲会经过以东，南边的以东，所以表示呢，乌西亚他也有能够收复以拉他，就是代表说他能够克服南边的以东。那前面讲到了，就是在他的阿公他的那个年代呢，就是被以东打败，所以呢，以至于呢，他这个以东他们就过不去了。但是乌西亚却把他收回来了。然后又讲到他加以修整，他做王统治25年，他的母亲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耶可利亚这个名字的翻出来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大能的，耶和华是有大能的。
好，所以跟乌西雅这个名字，神是我的力量，好，或许这个名字搞不好是妈妈帮他取的，也有可能。好，但是乌西雅的妈妈，乌西雅的妈妈的妈妈都是连续2代都是耶路撒冷人啊，好，所以相信也得到很大的祝福。由他效法他的父亲亚玛谢做上主认为对的事情。他有一个宗教顾问，好，这个宗教顾问是一个很特别的翻译啊，好，但是在原文里面说，这个撒迦利亚，他和合本说是一个通晓神默示的人，在现在中文译本翻成他的宗教顾问。那这句话，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教导敬畏上帝的人，就是乌西雅有一个人专门在教导他如何敬畏上帝，所以现在中文译本就用这个意思翻成宗教顾问。好，那和本是通晓神默示，通晓神默示听起来比较像是先知。总之，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在很多地方都出现，都是祭司啊，所以这个人应该是利未人，也像是祭司。好像在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也叫做撒迦利亚，也是祭司哦。好，所以这个名字出现了很多次。好，但是他有这样的顾问呢，所以让他在他的宗教顾问，在他活着的年日，他都能够忠心的赐福上主。而上主也使他亨通哈。那这里讲忠心侍奉，好，和本是翻成乌西雅寻求耶和华，好，就是他都要来侍奉，好，就是会来服侍主，好，所以因为这样，他的国家开始强盛起来，而不会像他的爸爸亚玛谢被北国打败之后还抓走。好，我们接下来再请陈鑫带我们来读从第6节，那我们要读到第15节，6到15节。6到15节，第6节，乌西雅跟非利士人打仗，他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实图城的城墙，并且在亚实图附近和非利士其他地区建造设防城。上帝帮助他打败非利士人住在孤尔巴利和的阿拉伯人和米乌尼人。亚门人向乌西雅进贡，他的势力强大，名声远播埃及。第9节，乌西雅为加强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事，在角门、谷门和城墙转角的地方都建造城楼。他也在郊外建造防御塔，挖了许多水井，因为他在西边山脚下和平原地带有很多牛群。由于他喜欢耕种，他鼓励人民在山地开垦葡萄园，耕种肥沃的土地。乌西雅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上战场。军方记录由书记耶利和马西亚保管，并由王室的一名指挥官哈拿尼亚监督。第12节，军队有2600名军官指挥，他们手下有307500名士兵，都是能征善战、能为王征讨敌人的战士。14节，乌西雅给军队装备盾牌、枪矛、盔甲、战衣、弓箭和甩的石头。在耶路撒冷，他的工程师在城楼和城墙转角处装置机器，可以从上面射箭、扔大石块。他的名声远播各处，势力非常强大，因为上帝帮助他。好，谢谢。好，那在这段当中，我们看见乌西雅他寻求耶和华，上帝赐福给他，甚至这当中跟非利士人的打仗，他拿到了几座城。好，所以从这些地图当中可以看到，他在圣殿耶路撒冷，但是跟西边的非利士人打仗，拿下了这些城，他都一一的把它收复进来。同时，他除了打仗，他也建造设防城，就是防御工事，他知道怎么样来做防守的工作。所以不仅打败非利士人，连南边的阿拉伯人还有米乌利人是不清楚在什么地方。那米乌利人呢，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亚门，所以亚门我们就比较清楚，它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好，所以西边也打阿拉伯，南边也打，东边也打，好，等于是把东西剩下北边是以色列啊。所以除了北边之外，西南东，它通通都平定了。所以对不起，这里米乌利好，那第8节有翻成第8节还加上亚门人哦。
好，所以在和本的小诗有写米乌利，好，也有翻成亚门，好，那这样就是比较解释得通。像乌西雅来进贡，他的势力就强大，名声甚至传到更远的埃及，所以这一代呢，乌西雅他能够非常的安定，就好像回到当时大卫所罗门的时代，一一平定好这些西边的、东边的、南边的这些的外敌的这些侵扰。而乌西雅呢，还是继续强化他的防御攻势，在这些国家在扩张，他没有扩张，但是他选择的是一个保护政策，所以不论是城门的角门、谷门、城墙的转角地方，都建造楼层，城楼，就是让在那个转角的地方能够同时瞭望更多的地方。然后也建造防御塔、挖水井，那这些水井除了防御工事，也来养牛群，好做畜牧。然后讲到他喜欢耕种，和本说他喜欢土地所以他鼓励人民在山脚开垦山地，开垦葡萄园，耕种肥沃的土地。所以今天我们也花很多时间讲到乌西雅，他怎么样子来以农为国本，让这个国家呢成为一个农业发达的一个大国，农业的强国。所以不是只有做军事、做外交、做武器，甚至他也让人民吃得饱、喝得穿得暖，然后有吃有喝。然后再接下来讲到乌西雅他的军队，其实这军队呢，看起来有很多先进的武器包括呢盾牌、枪矛、盔甲、战衣、弓箭、甩的石头，这些呢都是他所增添的武器。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人数呢多少呢？307500，跟最强盛的是约沙法时代有116万，那大概只剩下1/4大卫的时代也有110万，所以相差还是相当的悬殊。但是因为乌西雅王他有这个做好防御的工程，还有就是也有做这些的武器，所以呢，他能够更有效率的让这些大军能够名声远播。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智慧，用了很多的技术，用了很多的头脑袋，然后甚至在城楼、城墙转角设装置机器就是变成是一个像是武器型的，可以从上面射箭、扔大石块，这个都是我们在前面读到圣经当中都没有提到，都是在乌西雅这个年代，那在乌西雅治国的时候才一一的发明出来。所以乌西雅是一个头脑非常的灵光，是一个标准的耶路撒冷人是一个标准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智慧呢，真的是用在很多的地方，也因此他的名声远播。除了刚才前面讲到埃及，还有他所平定的非利士、阿拉伯，甚至东边的亚门，甚至连北边东西南北大家都名声远播，所以北国在那个时期呢，也不敢来侵犯他。那甚至更远的时期呢，更远的地方，就是在更北边，那时候还有这个亚兰和亚述，那时候也是相对的，这边没有标出来，就在北国以色列在北边，那时候也是相对比较弱的时期。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年代表可以看到，在乌西雅的年代，北国是谁呢？耶罗波安二世，而且他也是北国做最久的王，有足41年。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中呢，南北两国相对他们的四周围都是相对的比较衰落的时期，所以他们可以好好的发展，好好的建设，好好的在这个国家当中过安定的生活。但是呢，显然他们也没有很记得他们以前的教训，以至于呢，后来谁强大呢？后来就是北边的亚述开始强大起来，灭掉了亚兰，然后呢，开始就是手就一路升下来，先是北国灭掉，接下来就是西西家差一点灭掉，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后代呢又忘记先前的教训的历史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代是乌西雅极其强盛的时候，甚至呢过的是人民百姓都过得非常的太平的时期，不仅是南国，北国也是。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乌西雅他怎么样子的得罪上帝好，那么请诚心让我们来读第16节。好，那我们就直接读到最后的23节。好，16到23，第16节，乌西雅王的强盛使他逐渐骄傲起来，招致他的衰败。他冒犯上主，他的上帝，自己进圣殿，在香坛上烧香。亚撒利亚祭司带着80名上主英勇的祭司跟着王，要阻止他。
他们说：乌西雅，你没有权向上主烧香，只有亚伦后代做祭司的被分别为圣来做这事，请离开这圣地。你已经冒犯了主上帝，你再也得不到他给你的尊荣了。乌西雅正站在圣殿的香坛旁边，手里拿着香炉。他对那些祭司发怒，就在那时，他的额上突然出现了麻风。20节，祭司长亚撒利亚和其他祭司都惊吓地望着王的前额。他们催王离开圣殿，他就急忙离去，因为上主已惩罚他。乌西雅王余下的年日，因这病而礼仪上不洁净，不能再进圣殿，住在自己的行宫。国家大事由他儿子约坦掌管。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把乌西雅王统治期间的一切事都记录下来。乌西雅死后葬在王室的坟场，不是在王室的坟墓里，因为他患麻风病。他的儿子约坦继承他做王。好，谢谢。那乌西雅他前面才讲到他如何寻求神，神就使他强盛，让他名声远播。但是马上接着16节，乌西雅的强盛却成为他的绊脚石哦。所以如果乌西雅不要那么强盛，或许他还可以真的慢慢成为一个上帝心目中的一个合神心意的好王啊。但是他的强盛成功却造成他快速的衰败，而这快速的衰败呢，就是他冒犯上帝，自己进圣殿在香坛上烧香，因为香坛已经是在会幕当中的，就是圣殿当中的圣所，从圣所要到至圣所前面就是香坛，这个香炉，所以他已经走去的一般人不能进去的圣所，而且他还要烧香。好，那这里出现问题，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好，那很有可能的就是这个人叫做亚撒利亚。好，然后我们前面有看到乌西雅，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亚撒利亚，所以这里同时出现了亚撒利亚，两个亚撒利亚，一个亚撒利亚是做王宗教的领袖，而这个亚撒利亚呢，我们刚才读到的第20节这里讲到祭司长亚撒利亚，所以这个亚撒利亚是谁呢？他就是大祭司，是宗教上的领袖。所以一个是政治上的领袖，一个是宗教上的领袖。那乌西雅王，他天不怕地不怕，他说非利士人也被我搞定了，南边的阿拉伯人也被我，以东人都被我摆平了，西边的亚门人也不敢过来了，而现在北国也不会来侵犯。为什么我还要听你这个大祭司还要透过你去找上帝呢？我不能直接跟上帝祷告烧香吗？他提出这样 complain， 他可以提出这样 complain， 但是呢，他却没有好好的读摩西的律法，不明白原因，不晓得为什么上帝设立这些祭司，没有通过这些祭司不能到上帝的面前的危险性，一意孤行，以至于呢，他做这件事情，祭司亚撒利亚还警告他，你没有权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亚伦的后代，其实读利未记第10章就看到亚伦4个儿子当中，大儿子、二儿子都是因为献上反火，在献祭的事情上面没有按照利未人的规矩献上反火，当场就被上帝用火烧死了。所以他不晓得明白这样的教训。所以先知祭司长也告诉他，你再也得不到上帝给你的尊荣。而那说那时迟，说时迟那时快。乌西雅还在发怒生气，他可能是香炉准备给他坑过去的时候呢，他的额头上面就长出了麻风。那个麻风的意思就是皮肤的传染病。所以大麻风是不洁净，这大麻风到最严重的时候呢，会是让人的这个神经跟皮肤都会脱离，所以他连皮肤溃烂掉下来，整块肉掉下来都没有感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皮肤病了。那但是呢，因为这样，他就急急忙忙，自己也吓到，祭司也吓到，上主当场惩罚他，所以这个王呢面子摆不下，所以我们说他剩下的余年，就是他前面有24年是他爸被抓走的时候他当王，中间有16年是他可以好好的来发展建设，然后来收复国土，然后来开发制造武器，挖水井，然后来种葡萄。但是在第16年的时候呢，他偏偏想要用他是这个亚撒利亚来取代另外一个亚撒利亚，他想用政治上的亚撒利亚取代宗教上的亚撒利亚，以至于呢，在他做王的40年的时候呢，第40年的时候就被上帝所惩罚，而余下的年日呢，算一算就是12年。
他因为这个病的礼仪上的不洁净，不仅不能住进圣殿，也只能住在自己的行宫，而国家大事就由他的儿子约坦来处理。那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候，看到先知以赛亚看见异象，有这个天使撒拉宾拿着用看钳子夹着那个炭火看见说谁肯为我们去就是讲到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乌西亚得大麻风的第12年，最后死的时候。而且以赛亚书没有交代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读了历代志下就知道乌西亚他的最后人生怎么结束，那个国家还是在一个强盛的时候。但是我们读以赛亚的时候呢，就知道哇，上帝已经非常多的话，上帝憋了很久，忍了很久，世界各国附近的国家，还有南国北国一堆的问题，都是在乌西亚那年代当中一一发生的。而以赛亚先知就是要勇敢的把这些的问题要把它说出来，要把它宣告出来，所以就展开另外以赛亚它的部分。所以我们看这一张图表，以赛亚就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开始被呼召成为先知，而以赛亚是王室的先知，因为他有犹大的血统，而弥迦呢是这个平原的先知，是穷人的先知，他是走在这个平原，他也不知道有没有犹大的血统，但是他的对象不是在王宫当中，是在平地。而北国也有2位很有名的先知，就是阿摩斯和何西阿。所以阿摩斯、何西阿分别就是在最强盛的耶罗波安的时期，而南国以赛亚、弥迦就是在乌西亚或是叫做亚撒利亚最强盛的时期的末期当中。接下来后面呢，真的像是开快车。我们前面读了这么辛苦这一段呢，一个一个玩，还可以很顺利的一天介绍一个。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呢，几乎像北国几乎是瞬间就没有了，只有短从耶罗波安到背面只剩下30年的时间，而乌西亚呢到这个南国背面呢，到南国背面呢也大概只剩下150-160年的时间，是相当的短，因为他们罪恶越来越大，越来越搞不清楚自己的问题，以至于呢他们就被上帝所刑罚。好，今天这段乌利亚的经文呢，好，让我们有很多学习功课，它表现得好，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学习的地方。但是呢，也让我们学习到，当我们越强盛的时候，就要越谦卑。还有就是我们要分清楚界限，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政治的归给政治，宗教的归给宗教，不要超过那条线，不要去逞强，不要去侵犯上帝的主权，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遮盖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好，谢谢诚心，也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让我们从乌西亚王他做王有52年的当中，在52年当中和爸爸一起做王，和儿子一起做王，也有自己做王的时刻。他的人生有相当长的历练，但是他却没有学习到重要的功课，就是该分别为圣，并且要尊重上帝所设立的仆人，上帝所拣选设立的祭司、利未人，这一切服侍神的人都应当要尊重。也求上帝让我们能够以此为鉴，每一位服侍神上帝的仆人，我们都应该要祝福他们，我们都应该要敬重他们，也要敬重他们的辛劳。同时也再次教导我们，当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使我们强盛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谦卑，能够更加的虚己，更加的把一切荣耀来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晚安。牧师晚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